3分鐘情話之主打歌。今時今日買唱片嘅人真係少之又少，點解呢？我聽過其中一個原因。咁一張碟10首歌，我又唔係首首中意，做咩逼我用10首歌嘅價錢去買一隻碟啫？聽起嚟又好似幾合理喎。作為一個聽眾，正常都只喺電台聽過1、2首歌手新碟派台嘅主打歌，而碟內其他嘅8首作品應該都係未聽過嘅。有幾可一張碟10首歌10首都咁好聽啊？我呢試過買張碟，見佢派台2首主打歌都係慢歌嚟嘅，又幾好聽喎。以為碟裏面其他歌嘅水準都應該有翻咁上下啦，怎料哇8首都快歌嚟嘅，俾佢呃晒。同樣地喺感情路上都大把呢啲騙子，貨不對版。你領教過未啊？追你嘅時候做到10全10美，一切都係依足你嘅喜好而做，但追到手啦，真相馬上現形。我知呢個世界係冇完美嘅，但係對你有要求就梗係噶啦。以後我要同你生活、相處、相愛，點可能冇要求嘅啫？但係你唔好為咗討好我少少要求而將自己扮成另一個人咯。呢個做法其實同行騙係冇分別噶。如果感情路上都有消委會，呢個世界咁多掛羊頭賣狗肉嘅感情騙子，佢哋一定有排忙。我愛嘅係你，一個切切實實、原原本本嘅你，並冇需要裝模作樣去話俾我知，我都可以咁噶噃。但到頭來，原來咩都唔係。你冇需要做一首故作迎合市場嘅主打歌，不如做翻首能夠代表你嘅主打歌就夠啦。在聽收音機播歌，多麼響徹的配樂，是某歌聲身上榜，得到驚嘆的愛歌。但我歌曲不上榜，棲身黑暗的角落，留在寂寞那刻房，想等一個宣聽我。讓我專心的唱歌，不管心裏多跌宕，就算聲帶都耗光，哼出凄美的幻覺，又再等不到上榜，即使心裏多渴望，仍然謝謝你期望，偏偏喜愛宣唱我，無數個小歌星贏得一位歡喜，也會有信心撐起，唱到最尾不怕死。你最喜愛的一首歌，你最討厭的一首歌，你最想喊的，你最崩潰的，你最傷痛的一首歌，你最心跳的一首歌，你最憶記的一首歌，你最牽掛的，你最不屑的，你最想唱的一首歌，可否給我？又再等不到上榜，即使心裏多渴望，仍然謝謝你期望，偏偏喜愛宣唱我。如我這小歌聲，曾經得你歡